麻豆带天湖武王庙，后面有水晶宫啊，还有18地狱的，还有天堂的这种设施。民国94年3月11号礼拜五下午，麻豆带天湖武王庙这边风景很美啊，南北斗祝寿。天堂跟地狱还有水帘洞的游乐设施。麻豆武王庙这边，麻豆武王庙带天湖后面天堂跟18地狱，还有老火车头，另外还有水晶宫、水帘洞等等。